儀器一開啟嘅時候咧，出現嘅界面咧就會係而家現有呢個界面。咁如果我哋想印指甲啦，或者係印甲片咧，咁我哋首先就選擇 myV9，然之後會去到呢一個版面，見到有好多唔同嘅相簿啦。咁其實我哋分別都可以撳入去選擇返你想印嘅圖案。咁擺咗喺上邊呢一度，咁就代表可以準備用嚟列印。咁當喺上面呢一行撳一下嘅時候，就代表喺上面取消咗。咁然之後，首先我哋會用單隻嘅指甲去打印嘅，咁我哋就會撳單隻指甲呢一個 icon， 你就會見到有一個界面。咁呢個界面咧就會可以幫到你去睇返你嘅指甲，去量度返個位置。咁我會用一個假嘅手指去印甲片，俾大家去睇一睇嗰個操作會係點嘅。咁確定好位置之後，咁其實我哋可以喺上邊去選擇你想印嘅圖案。呢一個正方框框係可以移動嘅。咁喺右手邊亦都有一啲常用嘅按鈕，譬如好似呢一個色板咁，代表轉顏色。同一個圖款可以轉到10個顏色。圖案如果係白色嘅地方，佢自動會變咗係透明底。如果圖案係黑色嘅，係永遠都轉唔到顏色嘅。但係其他顏色嘅話，都可以轉到有10個嘅顏色。另外呢一個按鈕係代表隱藏與唔隱藏個圖，俾你去對準返你個指甲。三角形呢個位置係代表可以轉方向，東南西北4個方向去轉動嘅。而呢一個圓形嘅狀態呢，係返去最初嗰個圖案嗰個原圖。而家我哋可以去對準隻手指。當你見到熒幕上面有一條紅色嘅線，你就可以去拉動。對準咗之後，撳返你想打印嘅圖案，撳 OK， 然後 Yes， 咁佢就會準備印18秒就會完成一隻指甲㗎喇。列印完成，咁客人就可以搽返 Top Gel，冚返個面就完成晒成個步驟㗎喇。